睇睇啲獨贏過關飛啦，2號馬嘅會長之寶啊，又係偉達嘅馬，18倍落到14倍，着咗呢個6格仔嘅。咁另外有啲飛落就4啦，飲杯啦，3號嘅無限美麗啦。咁啊，另外大熱門嘅幸運星球啦，同埋嗰隻安康萬里咧，過關前後咧都係差唔多。練馬師王嘅最新賽果啦，暫時咧呢5位練馬師爭緊啦，而且佢哋全部尾場都有一匹嘅出賽馬嘅。韋達啦就24分兩頭啦，取石同埋沈集成都係有18分嘅，用天行蔡約翰都係有12分。咁啊，嚟到今晚嘅最後一場賽事啦，第9場4重彩同埋4連王嘅合拼彩池係參咗100萬嘅多寶落去嘅。咁啊，3號馬無限美麗有個賽事數據嘅，咁啊呢匹馬咧5次喺 A 跑道嘅呢一個路程上陣，成績咧就3冠1亞1電啊，考呢個 A 跑道特別準證嘅，基本上3 win 都係喺呢一個 A 欄。捱到啦就無限美麗今晚捱到啦，佢今晚馬少嘅。係咯，今晚都好似好國版咁啊直頭啊！出馬少嘅，蔡約翰有馬贏咯。考3匹咋無限美麗，即係嗌到啦，加非凡、加力寶、無限美麗，呢隻叫有啲飛㗎啦，無限美。大熱門7號嘅幸運星球啊，話上次贏4個馬位翻嚟，加咗11分啦，咁啊初次上嚟挑戰3班。初出馬都有一隻狼來了，就屬於沈集成旗下嘅，咁啊騎師班德禮啊，今晚有馬贏，馬房就3個第2。今日阿廖康銘啊，真係出馬都算唔少嘅，不過靜啲嘅，得一個第4嘅。第4即係冇啦。0分暫時。呢隻缺一劍啊！上次佢贏緊啲對手身邊喺4班都算唔錯嘅。不過今日升班，因為呢個榜咧就要轉配阿艾兆禮啦。咁啊熱門仲有隻飲杯啊一檔啊！